แป้งอ้อนเมียนหมัวต่อยโออีท้อยเยแองต่อจงกัวอิวเมียนเยวิดีโอตายปุงปุ้นเมียนหมัวต่อยบัวชาเจ้นหมังอีจันเอาวิดีโอนายเซจงกัวนินบัวโจวุยโอเยี่ยมนายจันเยหืมหาแสงเอียดแสงเยอีชินยี่จิบหลวนายโอดูบัวโจตุ้มไม้น้องวุยนอนี่บัวเหวอิวเอชวดแหง อิวเอชวดแหงนะออมีนหมัวต่อยบวยจุ้งตะชะเจนหมวงตะชะเจนมางโอ苦的劳作跳成了欢乐的乐章。下面请欣赏舞蹈《温萨插秧乐》，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梯田里的田园欢乐，品味劳动里的幸福时光。mang bữa yêu mẹ nhé linh cho ta nhé nhàn liệm nhé sinh in mày mang bữa yêu mẹ nhé sĩ toàn trái tay bữa nhé mà có chép linh nhé là bữa giờ này đẹp u mang nia bao dung chép giang nhé tăng bữa anh khâu yên đông yếm linh còn nhớ đẹp bữa giờ cháu yếm linh còn nhớ đẹp xuất nhé lắc。掌声欢迎！再次提醒一下现场的家长朋友们，请照顾好小朋友，不要到舞台旁边嬉戏玩闹哦。
起欣赏由湖南江华瑶族长鼓舞协会带来的原生态长鼓舞，保留了瑶族最古老的舞蹈本韵，传承了最古老的礼仪。这也是我们瑶服出行活动一直以来想要传递给大家的文化温度。非常hay có yêu miền biển vàng mai phát miền bọn đam mạo quân tàu dùng phong chủ đó chỉ bầu mi con hóa bữa dâm mai trung tiếng cái ngày bằng quần này miền tây lúc bữa hát trung tiếng mẹ gì bữa nào dùng đúc gian hậu cho vàng ni vàng châu bên với nó có trang cũ bỏ hoài niên bữa với nó biển vàng nó phản trái bữa yêu miền biển vàng chứ yêu miền trang cũ thì lại lì这一代bữa将以较欣赏湖南江华yêu miền trang cũ协会做大的延伸台trang cũ。好，掌声欢迎江华长鼓舞协会。特别感谢云南生记亨酒业有限公司股东黄文章黄总赞助的云滇白小酒。来，诸位嘉宾，满饮此杯，以醇香佳酿助力盛会，以真情相伴，民族文化传承之路，与我们一同见证瑶服出行的成长与发展。本河云南生记亨酒业有限公司股东黄文章黄总。本河们也丢白，带各位为以交代马家佳酿祝业盛会，以真情相伴，民族文化传承，也为以交见证，有面类出新的成长与发展。呀，保丢带路，哎呦，班门弄斧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能班门弄斧。瑶族人热情好客，瑶族敬酒歌是瑶家人最高的礼仪，最真挚的热情，也承载着我们瑶服出行活动欢迎八邦宾客共赏非遗文化的诚意。凤林瑶族李斌老师的瑶家敬酒歌在世界瑶族圈中传唱，有吉蒙瓦呀、面瓦呀，还有腰面语版等多种版本。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原唱李斌老师，为我们带来原版的瑶家敬酒歌。有朋自远方来，以歌迎客，以酒交心。有请李斌老师为我们倾情献唱。bữa yêu miền hào khe yêu miền giàu hào tiêu trái bữa yêu miền最高的利益 bữa真诚的热情也主宰 bữa yêu miền 出行活动欢迎八方贵宾宾客共赏非文化的诚意 bữa phù chiếu yêu miền李斌老师你yêu miền敬酒歌让世界 yêu miền圈中传唱卖专门的面瓦班。掌声欢迎李斌老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是5月1日，然后呢，有幸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我是李斌我是云南文山富宁人，洞泊瑶族乡，我也是瑶族今天很开心来到这个地方。瑶家敬酒歌这首歌，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也唱得麻木的一首歌。但是在这样的场合当中，我都比较想唱的一首歌。那么大家应该会唱这首歌吧？来，开一点混响，开一点混响，我们一起来学一下这首歌，可以吗？我们一起来学一下，看一下大家会不会唱。呀不丢，来，会唱这首歌吧？带酒杯上台。来，我们一起来这里。呀不丢，预备唱。呀不丢带路。来，我下来一下好不好？我下来这里，我们一起来唱啊。好，现场的朋友，你用缅话说也可以，瑶话说也是，蓝天瑶也可以啊。我们声音大一点。呀不丢，预备唱。呀不丢带路。没丢挖土壤了，没丢挖土壤。喺身邊有冇啊？馬龜未開馬係學學住你彎掉。哎呦，厲害厲害，可以可以。要不接下來我們放一下音樂哈，行嗎？可以嗎？好，那麼掌聲還有尖叫聲送給我，可以嗎？謝謝。好，那麼接下來。我们把音乐放起来啊！好，谢谢你们，音乐响起来，拍起来好吗？对，手机灯光开起来。未丟燈籠，以眼睛帶走lối bầu điều cánh mây khô cùng ra đang nói mang mãi bên cạnh mây khô yêu bầu tiêu tai buồn xa lệ bầu tiêu tai buồn bao lệ khi đôi bầu tiêu tai hát tiêu lời 谢谢摇起好吗？感谢大家。如果大家看不懂，可以看一下屏幕啊。
kiều đai lô mẹ kiều quát chu đàn lông ôi mẹ kiều quát chu đàn mà quen em mấy cái mang khay họ học dù này quan yêu tìm muốn nhàng mẹ kiều đàn lô rằng là đang nói mang đáy bên cạnh mấy khó yêu bầu chiêu tay mừng xa lê bầu chiêu tay mừng bao lê chỉ đôi bầu chiêu tay khắp chiêu lời khắp chiêu lời khắp chiêu lời 摇起喇叭，谢谢后面的朋友们。 感谢你们啊！muốn xa lê bầu kiều trai ai rồng muốn bao lê tìm chom giấy cung rằng khắp kiêu lô hey 这是我写的一首 原创音乐啊，发行于2017年。下面再给大家唱一首比较老的歌啊。这首歌曲可能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叫做《冬恋》。那么《冬恋》这首歌我也用我们的谣话来给大家唱一下，好吗？好不好？行吗？好，那接下来，音响师再把下面一首歌《冬恋》送给大家，然后我再唱首歌呢，希望大家 有一份美好的心情，也把这首老歌、老掉牙的歌，这首歌不是我写的，但是我觉得我喜欢唱的一首歌。可能我们小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听过的一首歌，闽南语的闽南风的歌曲。好，音乐响起来，混响加起来。 trong giây yêu gu mu飘过，當繞美飄到洋洋，飄到洋洋地。從前茫茫我點悲怪，沒被嗎被壓定呢？告訴他深情依舊。 到前馬還有過美，瘦瘦美，豬豬美，愛濃豬到美人往事。愛濃豬到美人往事，一首非常老的歌。 送给现场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寒风里，霜降山顶，深秋的主题。冬绕美，飘到洋洋，飘到洋洋地。從前茫茫，我點悲怪，沒被嗎？ 告訴他深情依舊，到前馬還有共美，瘦瘦美，豬豬美，愛濃豬到美人往事。祝大家5一年快乐，5一节快乐，谢谢，拜拜，再见。让更多人了解瑶族传统礼仪的深厚内涵。今天我们实景还原瑶族渡界
上舞台展演，带大家探秘古老谣俗，感悟文化传承。一阵啊，这部釉面，人表日常民俗的意思，在釉面文化中，修身立德、传承、传家的重要传承。也这部釉面出现活动重点展示民俗文化之一。在海年古代，一部始终鉴定那个通过事实验证。让面参考到部釉面传承礼仪深厚的内涵。也让我们在轻松或喜乐的氛围里，真切感受瑶乡人民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精神风采。欢乐亚洲好戏登场，接下来有请文山迎宾队为播倒带幽默的情景，东浪罗奥。掌声有请猪八戒找媳妇。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来啦！真人，哎呀，哎呀，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南岭无山不有瑶，在广袤南岭的深山中，流传着一种用彩线书写历史的记忆。它没有文字的载体，却记录着一个民族的迁徙与信仰。它藏在衣襟袖口之间，却承载着千年的文明密码。这就是瑶绣。我们就循着针脚的痕迹，探寻它的起源和美。刺绣作为一种古老的织绣艺术，其起源可追溯至原始社会。
瑶族是中国南方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瑶族挑绣的起源虽无明确纪年，但《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载，华南先民织系木皮，染以草石，好五色衣，衣斑斓，可见其纺织与染色传统悠久。清代《黄清直贡图》、韶州府志、广东星语等文献中均有对瑶族服饰彩绣花边、绣花裙的详细描述，表明瑶绣在清代已形成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瑶绣采用独特的反面挑绣技法，绣娘在布的背面下针，正面呈现图案，且不需底稿，不需要绣绷，完全依靠对布面精美结构的把握与技艺完成创作。在绣娘们的指尖上绣出了丰富的图案行文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的生活。如今，瑶绣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穿越千年，指尖艺术在保护和传承中，通过创新，以新的文化载体，已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让古老的技艺在时尚的 T 台、现代的家居、数字的媒介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正积极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将承载着历史与传说的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理念、实用功能巧妙结合。由此，一系列符合当代生活需求的文创产品、时尚服饰与家居用品应运而生，让源自瑶族的古老美学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日常，让民族的文化密码在新时代的